好来，乡亲啊，阴暗有机会来看到流星雨。这个天文台真期待的英仙座流星雨，阴暗开始达到最大量，每点钟有高达100外粒，会非常的壮观。有机会用咱的肉眼就看会到。也毋过嘛，要看这个天公伯啊，是毋是会当来配合？打来持续1礼拜，全台湾各地轨道拢有雷阵雨，而且这个雨是会来甲真紧，搁真急。除了出门爱早雨伞之外，住伫地势较低地区，嘛要注意这个淹水、积水的问题。过到了的雷阵雨讲来就来，可能阁会维持1礼拜。尤其西南风甲水汽炸入来，加上旺盛的对流云系，恐惊这雨的落架阁急阁紧。主要是在各地的山区、近山区的平地、大台北地区，还是要留意，在午后雷阵雨可能会伴随着较瞬间的强降雨，还有雷击、强阵风的现象。目前西南风咧影响台湾的天气，海面上嘛有低压的发展。另外，阁有一个长咧接近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压。美军的气象站已经定义做热带性的低气压，有可能变作风台。不过后礼拜才会知影对台湾敢有影响。它的结构还没有到非常的好，那短时间内来看，大概4、5天内，它的发展条件也都还没有到很理想。天文台搁较期待今仔日暗时的英仙座流星雨，虽然自7月中一直到8月底拢有，不过上济时阵就伫明仔透早3点，按算每点钟上济出现101粒。若是以分站的条件来看，中南部的云较济，机会较细；若是北部和东北部云较少，欣赏的条件搁较好。想要看流星雨，会使伫半暝了后找一个较无光害所在来看。